继续来看，咱国内有银行的高层互指控讲，甲诈骗集团斗空，方便因开户领钱，佮抽上百万的科比奖。警方调查，这诈骗集团是透过假投资诈骗，其中有一个被害人就损失4900多万，检警嘛已经查到10外个嫌犯，嘛无排除讲可能有女籍银行员涉案。 警车前后包围，将人当场抓落来，现场敲出皮落架，拿出一沓1000块的票啊！经历几下路刺激，前后3波查缉，抓到几下名的嫌犯，涉及早期犯罪，诱骗民众投资无就持股票，跟他一名被害人损失达到4900万。你今天会扣的东西就是你的外币，然后这是表。为嫌犯的身上查扣证物有外币名表金条，也将不法获利换作加密货币，洗钱设断点。警方更加发现不法集团派车手直接临柜大打提钱，原来背后有银行高层来到沙港。诈骗集团成立人头公司，并勾结银行主管申办金融账户，再派遣车手临柜提款洗钱。香港银行高层即回上关到经理职。 涉嫌甲诈骗集团挂钩，以900万的金钱协助开立人头公司后，佮开始解除风险控管、提款提领的制度，车手临柜提款，甲银行的主管拍暗号，会当一路拢无阻碍，将查落款提到手。 都是他不会审核提领人的方式来放任车手临柜提领。落网10几人已经获检方以诈欺洗钱等罪嫌起诉，因过车手骗保转台，警方嘛无排除有搁较侪银行官涉案，只是不法组织若是联手银行高层犯案，也利用假车牌、米对查犯罪模式是真紧密，也互诈骗歪风伫国内继续反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